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的德山镇公所，后个月要来举办七段镇长杯的比赛，为即摆开始来报名，到11月30为止。讲民众是小镇报名。今年特别设置的体验组，现场由专业的选手亲身来指导，要让民众有机会会当来体验到七段的趣味。 待会呢，我们进行比赛。大家介意七段比赛伫12月份就要举办，第7届镇长杯，去年无报名的民众，今年爱记得报名。2021竹山镇7弹嘉年华已经开跑了哦，我们报名日期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11月30日。这一次呢，比赛我们办的就是竞技的。 竞技方面呢，我们希望呢从小就开始培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从国中啊、高中啊学生开始培养成选手。七段这种运动是要训练选手流利的动作，有专注力。比赛时间无真长，安怎伫短短时间内设到目标，搁要保护家己，莫互别人拍到，是一个真趣味的比赛。打气弹很刺激，对啊，很重要的是团队合作，我们都会到位。安全上就是面罩要戴好，对。 面罩最重要。德山有完整的七段场，加上有真侪国家级的选手，嘛希望有兴趣无体验过的民众，拢会当来报名参加。